UK 3.2 4到5英國永居考試獨特身份與玫瑰戰爭3.2.4中世紀文化身份形成語言大熔爐。諾曼征服1066年後形成雙語社會，統治階層用諾曼法語，例子公園 bug 美麗 beauty， 平民階層沿用盎格魯撒克遜語，例子蘋果 apple， 牛溝夏天 summer， 兩種語言混合成現代英語，形成一異相辭現象。法語源需求 eman 撒克遜源詢問 s 英語地位提升關鍵事件1400年英文正式成為官方文件語言1387到1400年傑弗里喬手 Geoffrey Chaucer 創作坎特伯雷故事集，用倫敦方言寫朝聖者故事1476年威廉卡克斯頓 William Caxton 引入印刷機，首印書籍包括坎特伯雷故事集、蘇格蘭文化發展、約翰巴伯 John Barbour 用蘇格蘭語寫布魯斯，記載1314年班諾克本戰役 Battle of Bannockburn 中世紀建築遺產，防禦城堡溫莎城堡現仍使用，愛丁堡城堡宗教建築，林肯大教堂、約克大教堂著名彩繪玻璃窗描繪聖經故事，技術移民法國職工、德國工程師、意大利玻璃匠、荷蘭運河專家經濟支柱，英國洋務成為主要出口商品3.2.5玫瑰戰爭1455到1485年全記錄，戰爭背景蘭開斯特家族紅玫瑰徽章 vs 約克家族白玫瑰徽章，爭奪英格蘭王位繼承權關鍵戰役博斯沃斯戰役 Battle of Bosworth Field 1485年8月22日，約克王朝末代國王理查三世 Richard II 戰死，蘭開斯特派亨利都鐸 Henry Tudor 勝出，加冕為亨利七世，都鐸王朝建立，政治婚姻亨利七世迎娶約克的伊麗莎白 Elizabeth of York， 新王朝標誌都鐸玫瑰紅玫瑰包白玫瑰，歷史意義結束30年內戰，開啟都鐸王朝黃金時期，必備考點清單，中世紀重大戰爭冚百年戰爭時間線，議會制度發展階段，封建土地保有權制度黑死病1348到1349年對社會影響，英語取代法語過程關鍵年份，玫瑰戰爭始末與都鐸王朝建立關係，歷史冷知識，里扎三世遺骸2012年於萊斯特停車場出土約克大教堂五姊妹窗建於1250年，議會加勒五嘅詞源來自法語加勒談話，中世紀英國議會1295年模範議會確立組成架構20個中文考點，諾曼征服1066中世紀雙語社會，喬手坎特伯雷故事集，卡克斯頓印刷革命，玫瑰戰爭1455到1485，博斯沃斯戰役1485，都鐸王朝建立，亨利七世聯姻，里扎三世遺骸之謎，中世紀洋務經濟，溫莎城堡千年史，約克大教堂彩窗，蘇格蘭布魯斯史詩，黑死病社會衝擊，議會制度起源，英語取代法語歷程，都鐸玫瑰象徵，中世紀技術移民，百年戰爭時間線，模範議會 U295。